杨千峰、小伟哥，哎呦，好了呀，你们爸爸杨帅哥要加班去了呀！哎，哦，要想着金面孔跟爸爸小金面孔再走的。哦呦，你们两个嗲嘞！哦呦，呵呵，哎，怎么不跟黄叔叔小金面孔的了？啊，黄叔叔不开心了。哦，也喜欢黄叔叔的，来，哎呀，乖乖的，哎呦，这两个小家伙真的乖的。好了，杨帅哥，你去忙忙，去加班吧啊！哎呦，两个小家伙跟着我，黄叔叔，黄老爸爸去嘛，你100个放心吧。好了，你去吧。杨千峰，小伟哥，这个今天有什么想吃的啊？哦，吃牛排啊？好的呀，一句话没有问题啊。那我们走啊，好了，操了！哎呦，这家店这个装修洋气的，一看这个牛排就好吃的，不错的。Good morning, sir. Do you make appointment? Our store adheres to the appointment system to ensure the dining experience. 哟，怎么讲英文的啦？啊，我又不是外国人，我长得像外国人了。小帅哥，你这个店开在国内嘛，你讲中文呀，讲什么英文呢？叽里咕噜一大串，叔叔听不懂哎。我的意思是呢，我们阿芙路牛排为了保证用户的用餐体验呢，是需要提前预约的。非常抱歉这里是预约的2维码，如果你没有预约的话，记得提前预约再来哦。什么东西啊？小帅哥，你们这个店叫什么？阿芙路？阿芙路牛排饭吃个，阿芙路牛排不行的，不能吃的。杨前锋、小杨伟，我们去前面那个豪客来吧。好了，这个那个里面牛排，旁边有意面，还有个煎蛋。我小时候带你爸爸杨帅哥一起去吃的，也好吃的。杨前锋就想吃这家，那小伟哥呢？也想吃这家。这个叫什么？红楼板。这样。你想办法的啊！我这个2个小朋友难得出来吃顿牛排的呀。Oh, you guys so cute. 那既然这2位小朋友都这么说了，想要吃的话，我红楼板也是很善良的。One second. David. Yeah. 你帮我 check 一下今天11点到1点之间的安排预约。Okay. Yeah. Alright, copy that. Yeah.不好意思，久等了，大叔。我们9号桌的客人呢，今天要 delay 到1点钟来用餐了，所以1点之前你们都是可以在9号桌用餐的。不过1点钟必须要让给别人哦。哎呦，这就对了嘛，红老板，你这就上路了。对，这个小朋友吃的牛排很快的呀。杨前锋、小伟哥，进。中午好，2位小朋友会想吃什么样的牛排呢？我比较推荐我们家的 M12 和牛排 ，Dry aged 60 days, served with black truffle sauce, is signature dish of our steakhouse. 好了，红老板，你按好讲中文了。你黄叔叔虽然英语不错嘛，你这个英语讲太快了，我听不懂呀。你要是说的是这个的，M12 和牛排是了，1288块钱一块了，你这抢钱了啊！你这个牛肉怎么会这么贵了？火星上运下来了？我菜场上好买几十斤牛肉了，真的，你这个瞎搞了！你这个牛排馆真阿芙路了，真的是阿芙路了。便宜点的了，不是上来就 M12 呢 ，M3 差不多了。You know what I'm saying? Okay, I got it. 如果您这边觉得贵的话，我们也有388元的儿童牛排套餐呢。哎呦喂，儿童牛排也要388块钱？哎呦，你们这个阿芙路牛排太巨了。I'm so sorry, sir. Our ingredients are imported from Australia. The cost is very high. 先生，我们的牛排是澳洲纯进口，成本非常高的。哎呦，好了，晓得了，知道了，进口的，所以巨的。是了，你们这种套路嘛，我黄叔叔都懂的呀。哎呦，我也不跟你多烦了，这个儿童牛排就最便宜的了，是吧？那拿个这个3份这个儿童牛排。No, hold on. 我们这边的儿童牛排只有2位小朋友可以点了。也滑稽了，我出钱的，我怎么不能点了？行，不能点就不能点，那上2份，2个小朋友吃好了，我不吃了，我回家吃饭泡粥。Okay, that's perfect. 2份儿童牛排套餐，那请问要配什么汁呢？红酒汁、松露汁、黑椒汁。要什么汁啊？那肯定鸭子汁哇！鸭子汁了，那配鸭子汁。OK， 那您这边的口味还蛮独特的哦，我帮您这边安排椰汁 ，OK， 稍等。这个红萝卜滑稽的呢，鸭子这么怎么口味独特了呢？鸭子真没吃过啊，没见过世面了，还开牛排馆了，鸭子这没吃过的。久等了，牛排来哦。
Attention, please. This is the art of salting. 哎，我，你搞什么东西啊，红楼梦？你撒盐嘛，你好好撒呀，撒到我身上来了。你干什么了？我是来吃饭的，不是来看你表演杂技的呀！真的是的，搞什么东西了？都撒这么多，也不要嫌。哎呦，红楼梦，你把这个鸭子掺在牛排里面干什么？你掺在牛排里好吃的，你还看牛排馆的？你安开过店啊？重新上一份。那，先生，是您要求配叶汁的，我是按照您的要求做的，请您支付766元，谢谢。还有9号桌的客人马上就要来了，没有多少用餐时间了，请抓紧时间用餐。哎呀，不是的，红楼梦，你听我讲的，你听叔叔讲的。我要求配的鸭子这是饮料呀，谁让你掺在这个牛排里面的啦？你们看牛排馆这点常识没有的，鸭子这掺在牛排里面这还好吃的？你们这个牛排馆真的阿不溜了红楼梦了，要么重新做一份，重新上啊！我钱也不会给你的，要么重新上，要么我今天不走了。搞什么东西了，真的是！什么？小伟哥、杨前锋，你们说什么？啊，好吃的！哦，鸭子这配牛排好吃啊！真的好吃！哦，给我尝一块，哎，这真的蛮好吃的！哎，这个味道真的不错！哎呦，哎，小伟哥，这个杨前锋，鸭子这还是全味啊！蛮好啊！行了，红楼梦，好了，既然这个2个小朋友说好吃，那就没事了啊！好吧，我钱照样付给你啊！好了，没事了啊，没事了，好。耶，又干什么了，红楼梦？大树，今天你的牛排我 Hellman 请了。You just gave me the brand new inspiration, you know? That's fantastic, amazing. David, 你赶紧给我们 UpRoom 牛排做一个全新的海报，说我们推出了全新的产品椰汁牛排，赶紧立刻马上 right now， 大树，你有没有兴趣做我们的菜品研发师呢？哎，不用了，红老板，我没有兴趣啊。但是如果你今天肯给叔叔上一份 M12 和牛牛排，叔叔再告诉你一个配方。啊，好的，要听的啊，那你先上。告诉你啊，你下次就试试看，狗粒橙配牛排。That's a deal, man. Appreciate it. David, 赶紧再给9号桌上一份 M12 和牛牛排寄我的私人账上 ，OK？ 另外，再马上去做一份果粒橙牛排的海报，立刻。